見到科技嘅嘢，一日千里，一日可能萬里億里。好似近年咧 SD-WAN 嘅技術咧就比較 hit 喎，我一直就諗緊點解咧？咁會唔會同我哋最近嗰個經濟環境有關咧 SD-WAN 都存在咗好耐啦，而家更加火爆就係因為大家講出海啊嘛，出海第一件事需要網絡啦，要連翻嚟自己嘅地方啦。而家跨境電商嘅發達啦，對於 SD-WAN 啊，對於網絡嘅一個發展咧，起到一個好大嘅推動作用咯。你哋光聯啦，或者成個呢種網絡管理 AI 嘅興起，對呢個行業會有啲咩改變咧，或者會有啲咩影響咧？你覺得 AI 嘅崛起對於我哋網絡服務咧係一個機遇嚟嘅，因為任何 AI 嘅基礎下邊都係需要網絡去連接嘅，包括而家嘅算力中心啊，都係好需要網絡嘅基礎連接。所以 AI 嘅興起對於網絡嘅服務商應該係一個好空前嘅一個機遇嚟嘅。好似我哋咁樣作為澳門人啦，又係澳門企業喎，其實我哋喺澳門做呢啲網絡生意有啲咩優勢咧？我哋會熟悉澳門嘅環境啦，熟悉澳門嘅情況啦，喺開拓呢個 SD-WAN 嘅生意上邊咧，更加了解到我哋澳門企業嘅需求啊。而家好多企業咧，佢哋都講緊啦，上雲啦、遠程辦公啦、出海等等啦。你覺得喺呢5年內啊，網絡技術會有啲咩大嘅變化咧？隨住上雲啦、出海啦、遠程辦公啦、AI 啦、算力中心啦，都係促進緊網絡技術嘅一個進化嘅。咁我相信5年後技術更加天翻地覆嘅，因為見到科技嘅嘢一日千里，一日可能萬里億里。咁希望5年後我哋會有一個更加新嘅一個技術啊，同埋網絡嘅環境可以提供到俾大家。